你赶快休息了。我明明就才刚来，你就要赶人家走。我这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嘛，你回去休息啊。那你要打给我。好啦。那我要亲一个。这里。不管。分了吗？哦。好啦。好啦，那你不要不开心了。好，那赶快休息。真的要走了。记得打给我。好 ，OK。拜拜。拜。And get your house in order now. Prepare your surrender. Lay your weapons on the ground. But don't wait for the vengeance, 'cause once I have begun, I'll start at the top and take you one by one till I'm the last one standing. You'll never take me down. They can fall all around me. Still I hold my ground. 这发什么呆啊？赶快画啊，来不及了啦！你看我已经画这样了，啊，画完那样子，赶快画。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等一下我们要吃什么？你回去吃好了。我没有哦，我跟你说，他今天肚子痛啊，我们去吃就好了，吼。快饿死了，我要吃鹅米团加牛排。 Here they come. 5、6、7、8，右边， The light 左 grows 边， dim. 好，步下，往前，3、 So we'll take 4， it down. I'm moving out. They're closing in. And one more time, let the game begin. 好，转圈，过来，对。 You'll never take it down. They can fall 谢谢爸比。 around me. Still I hold my ground. Until the last one crumbles. Till you raise your hands.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李真你好，好久不见。是啊，很久没来了。现在保养配套跟以前一样吗？照旧就可以了，好，那麻烦你稍等一下。不用急，慢慢来，谢谢。大叔哥，喝咖啡吧。走。好，这家车就是洗得好。你干嘛？大叔哥，我记得你爸爸有留很多珍奇古怪的酒给你，对不对？都在家里。拿来。这是勒索吗？我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拿给你？因为交换情报总需要一点代价的嘛。什么情报？盼盼的情报。你看有什么好笑？你快点说啊！你说呀，说啊！啊，就是那个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真的吗？我不早就说过了吗？这些小女生她们会一直恋爱分手，恋爱分手，恋爱分手，一直陪在旁边就可以啦。你可不可以笑得稍微低调一点？是的，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打击者大树哥上场了。
好好表现。那至于那些珍奇古怪的酒，我明天送1箱给你。谢谢大叔哥。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脸，所以你不想公开？没有啊，话不是这样讲啊，我们一直都没有公开，现在突然间公开，我很奇怪。还不是都你？我每次都说要跟你的朋友出去聚会，你都说不要，那谁会知道我们在一起啊？我们2家是死对头你不怕豆哥知道吗？是。